收睇之前記得撳訂閱，再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哋最新嘅影片㗎啦。首先，桂花魚肚用清水完全掩蓋，浸8小時以上。冬菇同樣用清水浸，放入雪櫃浸隔夜。浸到完全軟身之後，揸乾水分，去丁切件。薑要刨皮，切幾片薑片，剩低嘅磨蓉揸壓2茶匙薑汁。蔥要去根，洗乾淨之後切段。雞肉洗乾淨之後，略為吸乾水分，切成長條。將冬菇混合拌勻，然後落半茶匙鹽、1茶匙半糖、1茶匙生抽、半茶匙老抽、1茶匙酒、1茶匙蠔油，同埋1茶匙薑汁，徹底拌勻。然後加入2茶匙生粉拌勻，最後加入1茶匙油拌勻備用。跟住將浸好嘅魚肚揸乾水分，切成長條形。隨即大火起鑊，加少少油，放入薑片葱段爆香，然後加入2湯碗滾水煮滾。煮滾之後放入切好嘅魚肚，開蓋大火煮2分鐘。煮好之後撈起魚肚，薑葱唔要，將魚肚沖水，揸乾水分。魚肚嘅調味用1茶匙薑汁，混合半茶匙鹽、半茶匙糖同埋少少油。混合調味之後，徹底拌勻。跟住將魚肚排放喺碟底，冬菇雞平均排放喺魚肚上面。水大滾之後放入蒸鍋，加蓋大火蒸13分鐘就完成㗎啦。如果鍾意我嘅頻道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埋留言啦。